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、帮助阮、引带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威尼斯商人，这是一本莎士比亚所写的剧本，出名的剧本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威尼斯，意大利的威尼斯。内底有一个犹太的做生意人，叫做夏洛克，伊用放歌利出名。另外一个生意人无共款，叫做安东尼亚，伊真慷慨，所以人若有人来借钱，伊拢无人摕利息。所以这个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真气啊吼，真气，对伊真生气啊吼。所以有一天，这个安东尼奥为着伊的好朋友，伊临时无钱，走去夏洛克借3000块。伊讲等伊海上的船回来了，就一定会当还你。结果这个夏洛克既然答应咧，答应了后，甚至讲你甲我借钱，我无爱收你利息，总是我要甲你立约。你若无照迄个时间还我的钱，我就爱你身躯顶头一磅的肉，我爱你身躯顶头1磅的肉。结果还钱的时间到，想袂到安东尼奥的船拄着迄个海上的风暴，完全去了，无法度还，所以这个生意人夏洛克就告上法庭。伫迄个法庭顶头，虽然有朋友讲我愿意出双倍钱替伊还，这个夏洛克嘛讲我要按照约所写挂伊身躯顶头1磅的肉。这个时阵女主角叫做波西亚，伊假做一个律师辩护的律师，伊要求夏洛克先天现怜悯，所以伊讲这个剧内底上互人感动的一段话，伊讲怜悯毋是互人强迫的，会当怜悯就是慈悲啦吼，嘛会当翻译做慈悲。慈悲毋是互人强迫的，慈悲是比宏观更较适合王。慈悲的人、怜悯的人接近上帝。你上帝祈求怜悯，也应该用怜悯款待人，且毋通用法律来解决。纵使这个夏洛克犹原坚持，所以后来伊就赢这个官司啊！吼，伊赢这个官司，就是爱照契约来行，会当伫伊安东尼奥迄个身躯顶头接近心脏的所在，摕1磅的肉，然后伊举刀啊，要真正要去挂吼。挂伊身躯顶头迄个肉，上尾这个女主角波西亚安尼讲，照契约你只会当挂伊身躯顶头1磅的肉，无讲到血，所以你要挂伊的肉会使，袂当留一滴血。听有意思吼？照契约啊吼，照契约就是安尼，所以这个剧就安尼来反转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其实这个故事真亲像保罗咧对咱会提醒，伊讲：恁毋通欠人啥物。罗马书13章第8节是安尼讲：
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只有互相相听的罪以外，绝对毋通欠人啥物。咱若无用怜悯，咱若无用慈悲互相接纳，上尾一定无法度去到上帝面前来交笑。保罗是安尼讲，罗马书14章第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信心软弱的人，要甲伊接纳，毋通甲伊辩论有正义的事。咱真正爱多谢咱今仔日的书会的执事，因为伊读迄个巴克勒的白话字圣经，就古典的吼，古典的巴克勒白话字圣经，所以咱会当看，然后会当小可对照，小可无啥共款，总是新的译本，这是2020年所译出来的白话字译本，较接近现代人的讲法。好一句讲，原文是迄个伫信念顶头软弱的。保罗伫遮所讲的是遐个坚持守犹太实物、洁净律例的基督徒，伊用即字软弱这个动词历来引发真侪讨论。随上当时罗马诗人真出名的诗人叫做赫拉斯，伫伊的作品内底，就用即字来讽刺犹太人坚持爱守安息日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只是用这项代志，伊明显是咧指有一寡信主的犹太基督徒，因犹原真坚持爱守犹太教的律例。因检采是因为犹太的社群的压力，就亲像彼得，咱若读加拉太书就知，就是因为因的敬虔，因要敬虔上帝，因要荣耀上帝，总是因却因为安尼，互人看做是软弱。保罗就命令，这是命令句哦吼，命令，伊命令讲爱接纳因。罗马书14章第20到第30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信心坚强的人，信逐项拢通食；毋过软弱的人，就食菜色。逐项食的人，无当食的人，无逐项食的人，嘛毋通批判逐项食的人，因为上帝已经有接纳伊。安尼翻译较清楚，总是较啰嗦。有发现对无？这较啰嗦啦吼，但是较清楚。有一派的神学家咧主张，保罗伫遮所讲信心软弱的人，是指食菜的人，就是素食主义的人。实际上，伫基督徒的群体内底，也是伫真侪群体内底。甚至基督徒为基督徒，佮坚持讲旧约的圣经有讲人爱食菜，吼。总是事实上，咱爱知影食菜这项代志就是素食主义啊，吼。素食主义这项代志其实已经真久啊，主前6世纪，就是距离咱即摆已经2600年。当时伫希腊。有一个叫做奥菲斯教的信徒，因拒绝杀动物甲食肉。后来伫6世纪，有一个哲学，咱嘛当讲不只是哲学，嘛是宗教派，叫做毕达哥拉斯。毕达哥拉斯是一个哲学家，总是嘛有真侪人，当时有真侪人咧跟对伊。嘛禁止对伊的人食肉。咱活伫咱这个东方的世界，因为宗教的因素，
无食肉的人更较多对无？咱有可能行出去，咱就看到广告，就宣传讲，袂使食肉，食肉就是世界毁灭等等啦吼。可见伫历史甲文化顶头，因为信用甲健康逐款无共款的因素，鼓吹人诚做素食主义者，这已经真久啊。咱若照摩西的律法，因是照洁净的规矩，杀的羊、牛或是鱼，拢会当食。总是住伫外邦的犹太人，有的人为着要划清迄个界线，因为因去市场买，当时咱爱知影，当时的市场是啥吼？当时的市场是有人拜过了，搁摕去市场卖。所以因为着要划清这个界线，因着避免食肉。总是因毋是素食主义者。这检采就是保罗雕工，伫遮吼，伊雕工讲了真简化，也是雕工讲了无真清楚的所在的原因，因为伊避免将即群犹太基督徒因坚守犹太律法打一个标签啦，打一个标志，讲因信心软弱，所以伊雕工就用即种讲法。伊惊大家会激化迄个对立。保罗讲，就是别人的生活甲咱有无共款的判断甲确信的时阵，请毋通过头八卦，就是过头看轻。咱需要接纳伊。啊，既然上帝拢接纳啦，咱太袂接纳伊咧。所以，请毋通凊彩伫咱的厝内底。评论咱所听的人伊的政治立场，假使咱也需要听伊的话，就莫来评论。咱爱知影即几冬，迄个讲到政治厝内底兄弟姊妹无咧往来足多。我毋知影咱大家有听过即种言论无吼？伫厝内底惊食饭，就无法度食饭咧，有无足多吧？总是照圣经讲，免人评论这不要紧，伊有伊的坚持，咱爱尊重上帝拢接纳啊，是安那咱袂当接纳的。所以保罗刷落来的即文，罗马书14章第40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你算啥？那敢会判别人的仆人？伊做了好，也是无好，伊的主人会甲伊审判。啊，你是啥物人啊？咱才会当去论断，甲家己共款做基督奴仆的人咧。原文确实是安尼讲，原文是讲伊或是徛条的，或是绊倒，这较亲像巴克勒的翻译吼。伊或是徛条的，或是跋倒，是伊的主人爱关心的。这个徛条，这个字伫保罗的书信内底，通常是咧勉励信徒你爱坚守信用的时讲的。和合本时常来翻译一字叫做站立得稳。咱若有注意读和合本，咱就知影。只要翻到即字站立的文，其实原文只是徛条尔。绊倒是指迄个犯了需要受刑罚的错误。刚日文是安尼讲，上帝有权反对或是接纳伊的奴仆，人若试要将这个权压伫你的手，拄好冒犯上主。罗马书14章第40段刷落去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伊会做好势，因为主会甲伊帮赞。主要帮赞的应允就伫圣经内底，
然后主帮助咱是咱通徛条的关键，因为咱知影，咱无法度挖靠家己，只会当挖靠伊。罗马书14章第5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有人看这日比迄日较重要，嘛有人看逐日平平重要。逐个人着有家己明确的见解。古早的学者是认为保罗是咧讲倒一日，就是倒一个季节需要敬者。总是近代的学者认为，保罗伫遮所讲的是遵守旧约礼仪所定迄个特殊的日子甲节期。当然，有人看即日比迄日较重要。对初代教会信徒来讲，迄个就是对守安息日到守主日的转移。我毋知影咱是毋是细汉就伫教会内底，总是伫我的细汉的时阵来到教会，若要做礼拜，拢爱特别装啦，吼，爱穿插，莫讲特别装啦，吼，爱穿西装甲尼古带，然后才会负责人爱前一工就去做头毛，对，甲穿啊。真水哦！吼，我细汉的时阵，迄个教会是安尼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透过即个外表的整理好势，是咧看重守主日这项代志。总是对初代教会信徒来讲，因有可能就会想讲：到底我要守倒一日？守安息日，是要守什么会咧？守主日咧。所以保罗伫遮嘛调工，咱若注意读就知，伊是调工的哦。伊调工简单，并且无写什么会。伊的原因是第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守。有食肉的人。嘛是为着主来食，因为伊有感谢上帝；无食肉的人是为着主无食，伊嘛是有感谢上帝。所以信徒咧尊重上帝，无论经倒一日有敬食，就是无敬食，拢是咧感谢上帝。咱无应该看轻，就是论断别人。对食物就是倒一日的实践方式，只要有感谢上帝赏赐这个日子甲食物，就是真坚持伊家己的意见，咱嘛应该爱尊重。加尔文是安尼讲，加尔文讲，若无感谢上帝，食也无清气，无食嘛无清气。只有因为上帝的名，一切所做甲所有，才会当变做圣洁。所以毋通调工咧批评迄个守安息日做主日的安息日会。咱知影安息日会就是真强调拜六爱守主日，随上坚持守迄个安息日迄天，迄个拜六啦吼，守拜六迄天做。安息日的不只是安息日会哦，佫有真耶稣会嘛是安尼哦。所以请免调工去批评者的，因对日子就是食物的选择，咱爱尊重，因为因是感谢上帝来做。因为什么会？罗马书14章第7节说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咱无人为着家己在活，嘛无人为着家己来死。保罗咧提醒咱就是属主。既然咱属主，将咱家己性命的主权拢交互伊，那安尼就无为着家己来活。
就是来死。加尔文是安尼讲，生命本来就应该完全为着荣耀上帝来活。基督徒的生活只有用上帝旨意做目标，咱的生命带互上帝安尼形塑，行伫迄个正确的路里。罗马书14章第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咱若活是为着主的活，若死嘛是为着主来死。所以无论活也是死，咱拢是属主的人。既然咱是属主的人，伊就掌管咱的生甲死。加尔文就安尼提醒咱。每一个人拢应该背起伊身躯的担，因为上帝为着每一个人定了身份甲性命的历程。罗马书14章第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为着这个目的，基督嘛有个我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咧爱咱将基督的死甲个活看作是一个事件，共一个事件吼。因为根据伊的死甲个活，耶稣基督上是做活人甲死人的主，这是共一个事件吼。罗马书14章第1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伊个问咱呢，伊个保罗个咧质问咱呢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安尼是安怎？你伫陪伴你的兄弟也是姊妹，是安怎？伫看轻你的兄弟也是姊妹，因为咱众人拢着徛伫上帝的审判台前。原文是安尼讲，但是你是安怎论断你的兄弟？就是你是安怎看轻你的兄弟？保罗伫遮继续提伊的质问，咱无资格彼此论断，就是看轻，并且掠做家己真是刚强的人。有软者的人对无？软者的人表示，咱若看人软者，就表示哦，我介勇，我介强，我食啥拢免惊，拢袂歹巴肚。伫生活上的选择。不管咱食菜还是食肉，不管咱受倒一日罪性，只要明白家己是为主来活，就免听人凊彩讲，然后上尾，因为上尾所有的人拢爱徛伫上帝的审判台前。罗马书14章的11节说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圣经有记载，主讲：“我是永活的上帝，逐个骹头有会甲我跪拜，逐个喙会宣认我是上帝。”伫遮咱会当读出当时的人，咱爱知影当时的人无亲像咱即摆有圣经会当随时变就随时有，所以当时保罗引用所有引用的圣经，拢是伊背伫头壳内底。所以保罗引用的头一段是以赛亚书49章的18节，然后下半段就是大家骹头有会甲我跪拜，这是出对以赛亚书45章23节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迄个背，然后一句到一句安尼出来，这就是当时的人的引用吼。总是保罗凭着这个伊的记忆，咧讲这个代志，是为着要讲，咱拢爱徛伫上帝面前跪拜的这项代志，因为咱拢做伙要徛伫迄个永活上帝的面前，所以审判众人的权柄只有属伫伊。所以，当咱来到审判台前，爱学会晓用喙
用规律来敬拜的形式来承认咱属伊。罗马书14章12节，咱读到上尾即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安尼，咱逐个人着将家己的代志伫上帝面前交代清楚。这个交代清楚，其实保罗伫遮用当时过继的意象，就是迄个高效的这个意象，来勉励咱。上尾咱拢爱向上帝交效，所以就是咱上稳捌的代志，伊拢知，嘛会甲咱算上。有一个奴隶叫做安尼西姆，伊走离伊的主人腓利门。后来安尼西姆伫罗马拄着关伫监牢内底的保罗，成做基督徒，所以保罗就写一张批，互伊的主人。伊的主人叫做腓利门。腓利门当时是哥罗西教会的属灵领袖。伊伫这张批顶头安尼写讲，这腓利门书第1章1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若有对你做啥物毋对，也是有欠你啥物。咱实在毋知影安尼西姆伫伊进前主人的厝内底欠的是伊的情，还是伊的财物？有可能两项拢是。不过安尼西姆肯定得罪腓利门。当然，这种亏欠有可能是伊要走离伊的主人的厝离开的原因所造成的，或是伊必须要离开的原因。保罗伫伊的批内底真技巧，毋是用偷，因为伊有可能，咱爱知影做奴才的人，当时身上无啥物财物，还会当偷了，搁对哥罗西一路走去到罗马，所以表示伊身躯顶头应该有一点仔钱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伊无用偷，是用亏欠。所以保罗毋是用仲裁者的身份，是用甲安尼西姆做伙担罪的即款的态度咧讲。保罗讲，拢算我的。腓利门第1章18节，伊咧向伊的主人讲，伊欠你的拢算我的，拢算我的。真特别的是，伫即张批内底无讲到安尼西姆伊有真正离开伊主人的厝，有真后悔无？可见保罗认为，伫信仰的群体内底，虽然难免咱会互相彼此得罪伤害，总是不管得罪人，就是互人得罪，拢应该互相接纳，因为伫基督内底。咱拢是兄弟姊妹，上时咱拢爱做伙徛伫上帝审判台前，所以保罗是安尼讲。腓利门书第1章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我保罗亲手写，我负责行吼，真特别哦。你安知？这句嘛有出现伫罗马书哦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当时写批是安怎写，咱知影？就伊安尼讲，然后边仔有书记啊，咧帮伊写，听有意思吼？伊边仔有书记，就写伊所讲的写落来，然后写到遮，伊讲你莫写，我亲手写，伫遮签的我的名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描述。保罗亲笔留落伊所写的，表示伊愿意为安尼西姆行一切伊所欠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叫做疼。疼就是愿意负担对方的苦痛甲负债。
保罗就是透过这个实际负伤的疼，其实不只是咧对阿尼西姆所施落的疼，嘛是上帝高效的过程。现在甲保罗天理课是安尼描述上帝的恩典。伊讲，当咱伫极大的痛苦，规个人心神不宁，恩典要来弄咱，撞击我们吼，这真正是恩典要来弄咱。当咱行过无意义、空虚人生、黑黑暗暗的巷仔底，恩典要来弄咱。当绝望消灭所有的喜乐甲勇气，恩典要来弄咱。伫迄时，一道光会射入咱心中的黑暗，有一个声会对咱讲：你是受接纳，互迄位比你更较大的迄位所接纳。假使有这项代志临到咱，咱就体验到恩典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上帝恩典要来弄咱，就是咱走投无路，看咱家己完全无价值的时，总是上帝恩典来弄咱，咱来会记得开门，因为咱爱明白，咱的价值不只是安尼，连一个逃走的路例拢有人听。愿意为伊行所欠的，何况咱这个互上帝所听、所接纳的人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有时毋知影你的恩典要来开阮的门，求主帮助阮，因为有时阵阮感觉家己实在真无路用。阮欠亏真多，求上帝怜悯阮，帮助阮，甲阮做伙伫地，互阮知有时是你的声咧叫阮，爱阮醒来，知影阮毋是伫黑暗中，阮是伫你的听受接纳的内底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